歡迎收睇《黃金獵殺線》，帶你直擊今次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各位朋友，當全世界仲被金價嗰幾十美金嘅上落搞到心神恍惚嘅時候，市場背後其實已經亮起咗一盞更凍、更危險嘅紅燈。華爾街最老資格嘅觀察家、橋水基金創始人 Ray Dalio 最近喺杜拜拋出咗一個重量級警告。佢認為世界正一步步逼近一場資本戰爭嘅臨界點。各位，呢個唔係嚇人嘅末日劇本，亦都唔係好遠嘅科幻情節，而係發生緊嘅現實。你有冇發現最近錢擺喺手唔踏實，擺入市場更唔踏實，個價喺度喐，但邏輯完全對唔上。點解黃金喺高位係咁彈出彈入，好似過山車咁甩人落車？因為背後推動嘅已經唔係單一數據，而係一場全球貨幣秩序嘅大重組。一旦資本戰正式開打，我哋過往習慣嘅資產定價方式好可能會被成個推翻。今日呢集唔係普通嘅行情解說，而係一份生存指南。我會同你拆解 Ray Dalio 呢句警告嘅底層邏輯，講清楚點解喺資本戰時代，黃金已經唔單止係避險價身，而係一張入場券。同時我會將 Trump 提名 Kevin Walsh 出任聯儲局主席呢單嘢放埋入資本戰呢盤棋度睇睇下，呢一步險棋點樣埋下黃金長期牛市嘅關鍵引信。喺入正題之前，照舊要講清楚，呢條片只代表我個人嘅觀察同推演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而家嘅市場唔係普通風浪，而係歷史級別嘅海嘯，價格喐得快過你反應，任何決策都要自己負責。風控永遠係第一位，本金至係你唯一帶得走嘅嘢。高波動可以賺大錢，但亦可以一瞬間清理倉，呢點一定要記住。正式進場，我哋先睇返呢兩日令人心跳加速嘅盤面。短線黃金已經唔係單純買賣，而係正面對撞，互補獵殺。日走勢可以用驚心動魄嚟形容。多頭本來想衝反上5000點大關，一度推到5100附近，引咗唔少人追入去。點知下一秒空頭反炮，金價斷線封真，咁直接跌到去4850。呢種一日幾百美金嘅波幅，以前可能係幾年嘅行情，而家變咗日常。白銀嗰邊仲癲，喺84到92呢個區間瘋狂掃射，唔少做合約嘅朋友直接被洗到斷氣。點解會咁？一方面係美國數據亂晒龍，市場對聯儲局下一步點行完全冇共識；另一方面係地緣局勢反覆，避險情緒一時熱一時凍，結果資金冇方向，正反波動本身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。呢種高頻震盪仲會維持一段時間，但大背景冇變，世界正逼近資本戰，黃金長期牛市嘅底層邏輯依然好穩。睇返技術圖表，黃金4小時圖話俾我哋聽，反彈好辛苦，周圍都係阻力。我哋一直盯住嘅5000到5100呢個位，依然係多頭最硬嘅防線。每次衝上去都有好大拋售壓力，不過跌落嚟嘅時候，下面亦有資金接貨，證明個場未散。而家係整理緊隊形，準備再衝5100。只要4800呢條生命線守得住，反彈格局就未死。白銀方面，84到88已經由阻力變成支撐，係典型嘅頂底轉換。如果喺呢度踩得穩，下一個目標就係90心理關口。如果你手上有白銀多單，要留意95附近嘅壓力。萬一跌穿84，就要提防會回測80甚至75。好，入重頭戲。Ray Dalio 話：世界企喺資本戰邊緣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戲劇性，但睇返現實，資本已經被武器化緊。Dalio 嘅大周期框架話俾我哋聽，國家對抗係分階段嘅，先係貿易戰加關稅，跟住係科技戰封鎖晶片，再嚟係地緣政治角力。當呢啲招數都唔夠殺嘅時候，就會祭出最後一招資本戰。資本戰係最陰濕，亦係破壞力最強嘅。佢唔使出動坦克，直接用錢做武器，封鎖市場，唔准你間公司融資上市，甚至強制退市，直接斷你水路，資產凍結。2022年大家都見過。外匯儲備安唔安全，唔係睇評級，係睇你企邊邊，企錯邊，
你啲錢只係一串被凍結嘅數字。債務武器化，債主可以拋售國債，搞死你個利率。欠債嗰個可以瘋狂印錢通脹，變相走數。呢個劇本同1930年代二戰前夕極度相似。歷史唔會簡單重演，但係會押韻。到咗2026年，中美角力未完，美國同盟友好似歐盟、格陵蘭島爭議之間都開始有裂痕。當年盟友都話要拋售美債嚟回擊美國嘅時候，全球市場嗰層信用保護墊就正式消失咗。咁呢啲嘢同黃金有乜關係？關係大啦！呢個就係資產再定價。以前美債被視為無風險資產，因為大家信美國唔會倒。但資本戰之下，美債變咗政治資產，隨時被凍結或者被通脹吞噬。呢個時候，黃金嘅優勢就出晒嚟。黃金係非負債資產 （non-debt asset）。你手上嘅股票、存款、債券，本質上都係人哋欠你嘅錢，需要對方肯履約先值錢。但黃金唔欠任何人，唔使任何人背書，佢嘅價值係物理性存在嘅。喺唔信任嘅年代，呢種唔使靠人哋信用嘅資產先係最稀缺。所以唔係黃金變強咗，而係其他靠信用撐住嘅資產正被獵殺。再講講最近炒到飛起嘅 Kevin Warsh 提名。好多人覺得佢係鷹派，會收水，對黃金不利。但你如果咁睇，就係中咗招。美國推 Warsh 上位係一場心理戰，而家全世界都驚美元失控，驚美債爆煲，推一個形象硬朗、反對濫印銀紙嘅人出嚟，係想同全世界講，美元仲有人睇住，大家唔好跳船。但問題係聯儲局主席管到印錢，管唔到政府使錢。Trump 要減稅、搞基建，債務只會繼續爆。當 Walsh 嘅加息收水撞上財政部嘅瘋狂借錢，最後一定係政府利息支出爆表。到時 Walsh 只有兩個選擇：一係睇住美國財政崩潰，一係投降，即係搞 YCC 收益率曲線控制，唔理通脹幾高都照印錢壓低債息。一旦到咗嗰一刻，就係官方正式宣布通脹唔重要，財政先行。呢個唔係政策轉向，而係對美元價值嘅公開處決。所以 Walsh 上台，短線可能壓住金價，但長期係埋下咗一個更大嘅核彈。既然大局已定， Dalio 建議投資者點做？提高黃金比例。佢建議放5%到15%喺黃金。呢個唔係用嚟炒，係用嚟買保險，防止你喺資本戰入面被清場。託管多樣化，唔好將所有黃金擺喺同一個地方。喺資產凍結風險極高嘅今日，考慮下分散去中立地區，好似新加坡、杜拜，確保出事嗰陣你真係攞得到啲金。最後睇埋短線數據，美國而家好似人格分裂咁，服務業數據 ISM 好到+01，但就業數據 ADP 差到慘不忍睹。股市科技股開始腳軟，資金流向實體資產，再加上中東局勢，呢粒隨時爆嘅炸彈，黃金嘅底部只會越墊越高。各位，我哋正處於歷史轉折點，資本戰唔係口號，係新嘅遊戲規則。黃金正經歷歷史級別嘅重估，短線5000點雖然係修羅場，會有好多震盪，但只要全球債務問題同貨幣信用裂痕仲喺度，黃金呢條獵殺線就未行完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市場永遠是對的，但市場亦永遠係唔講理嘅。如果你用高槓桿，隨時一個甩尾就送你走。分批佈局，拉長線先係生存之道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請幫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小鈴鐺。你覺得資本戰會唔會全面爆發？到時邊種資產至係真正嘅避險天堂？歡迎喺下面留言。祝大家喺資本風浪入面企得穩，交易順利。我哋下集黃金獵殺線再見。